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31，旧历的6月11，礼拜5。前总统李登辉昨暝7点24分去做宣录，高寿98岁。总统蔡英文早起再一次表示哀悼，同时嘛指示各机关中昼12点开始降半旗3天。蔡总统讲，李登辉是通人知的民主先生，带领台湾以宁静革命的方式行出威权，迈向民主。副总统赖清德讲，李前总统对伊来讲是老师，嘛是朋友，伊失去一位温暖的长辈者。总统蔡英文出席公开活动，特别伫致辞前悼念多过身的前总统李登辉。昨天晚上，李前总统的辞世是台湾社会共同关心的大事。今天我要借着这个机会、这个场合，再一次表达最深切的哀悼。昨暝李登辉伫台北永总行完98年的人生，伊伫领导台湾12年期间，捌推动修宪、落实总统直选，顺利让台湾成功转型为民主国家。李前总统是世所周知的民主先生，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时代，他带领的台湾以宁静革命的方式走出威权，迈向民主。在其中，他也确保了台湾经济体制的健全与繁荣。民主体制于是变成世人记住台湾的一个方式。副总统赖清德伫面册顶面写讲：“民主先生，感谢你，这是国家重大的损失。对来讲，失去一位亦师亦友的温暖是大，感觉唔甘甲艰苦。李前总统，感谢你为阮为台湾留下典范。”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讲，39年前踏入政坛，头一个拄到就是当时做台湾新主席的李登辉。我有非常多的机会、时间和他相处、深谈，甚至于到最后探病榻旁，都看出他心系台湾。今天责任于眼，我们看到李前总统了不起的、精彩的、动人的一生，感谢他的贡献，也向家属致意。苏贞昌嘛讲，行政院各相关部会会配合家属议员、加总统府专案小组运作，为李登辉的后事做上好的安排。